歡迎大家收睇2025年12月14號星期一沙田馬場草地 A 跑道一共10場賽事，朗琴香港國際賽事賽馬貼士。今日嘅艇賽騎師係周俊樂、黃之雲。今日嘅復出騎師係霸道。今日嘅第一同埋第四口孖啲 hit 將會分別有70萬嘅多寶獎金，其餘3口孖 hit 將會冇多寶獎金。第4、第5、第7同埋第8場將會有200萬嘅4重彩及4連環多寶獎金。頭場賽事嘅開跑時間係下午12點25分。第一場賽事4班草地1400米，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安道、2號前輩不醉、12號有情有義同埋3號有形量。第二場賽事3班草地1200米，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增強、2號姚寶、6號太子同埋7號開心孖寶。第三場賽事係今日嘅第一口3寶嘅頭關，4班草地1200米，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勇者為王、3號爆裝戰將、6號福聚同埋14號幸運愉快。今日嘅3T 將於第4、第5、第6場多寶獎金900萬，預計快彩1800萬。第4場賽事國際一級賽朗琴香港瓶草地2400米，總獎金港幣2600萬。我哋嘅心水推介係3號呢項賽事嘅衛冕冠軍英國代表遠飛標槍，4號本屆國際一級賽巴頓大賽嘅冠軍法國代表哥里巨人，10號香港代表游牧夢想，同埋本屆國際2級賽香港馬會杯嘅季軍嘉應傳承。今嘅6環彩將於第5至第10場6寶獎無多寶獎金，預計派彩200萬。第5場賽事國際一級賽朗琴香港短途錦標草地1200米，呢項賽事嘅總獎金係2800萬港幣。我哋嘅心水推介係本屆國際一級賽珠陸網晚風錦標嘅冠軍，國際2級賽馬會短途錦標嘅冠軍，呢項賽事嘅衛冕冠軍香港代表1號嘉應高升，2號本屆國際級賽女王伊麗莎白禧年節慶錦標嘅亞軍日本代表李健夢想，4號本屆馬會短途錦標嘅季軍香港代表叫陽明區，同埋本屆國際2級賽精英碗嘅冠軍11號香港代表好有心得。第6場賽事3班草地1800米，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君子傳承、5號迎好威風
10號滿心星同埋3號幸運派彩。第7場賽事，國際一級賽朗琴香港一哩錦標，草地1600米，總獎金港幣3600萬。我哋嘅心水推介係5號，本屆國際二級賽馬會一哩錦標嘅冠軍，香港代表標致銀河。2號，本屆馬會杯嘅亞軍，呢項賽事嘅衛冕冠軍，香港代表遨遊氣泡。1號，本屆國際二級賽富士錦標嘅季軍，日本代表神志勇進同埋13號，本屆國際一級賽育馬者杯一哩大賽嘅季軍，國際一級賽女王伊麗莎白二世錦標嘅亞軍，愛爾蘭代表東貴斯。第8場賽事，國際一級賽朗琴香港杯，草地2000米，總獎金港幣4000萬。我哋嘅心水推介係本屆國際二級賽馬會杯嘅冠軍，呢項賽事嘅衛冕冠軍，香港代表1號浪漫勇士。2號，本屆國際級賽寶松紀念賽嘅亞軍，日本代表2號布萊歌劇。5號，本屆國際二級賽馬會杯嘅殿軍，香港代表直線力山同埋7號，本屆英國冠軍黐馬錦標國際一級賽嘅季軍，法國代表健身心。第9場賽事，3班草地1400米，我哋嘅心水推介係2號大眾福星、3號99為勝、12號鋼年80同埋7號皇仁歡星。今日嘅尾場賽事嘅預計開跑時間係晚上6時正。第10場賽事，兩班草地1400米，我哋嘅心水推介係1號永遠美麗、12號威尼金戰、4號武林密碼同埋9號得道猴王。